你知道我的软弱，你用生灵的大能来坚固我，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，你心事极其广大，你的怜悯不知断绝，满有恩典。我寻求你，仰望你的容颜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我抓住你应许，坚定依靠你，怜悯原是向审判跨山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你同在不离开，圣灵扶持我，你是我拯救。你知道我的软弱，你用生灵的大能来坚固我，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。你心事极其广大，你的怜悯不知断绝，满有恩典。我寻求你，仰望你的容颜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我抓住你应许，坚定依靠你，怜悯原是向审判跨山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你同在不离开，圣灵扶持我，你是我拯救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伫拄拄起床的时阵，就会使来读你的话语。对你的话语当中，会使听到你互阮的启示，还有方向。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的逐紧会使得到满满的稳定。感谢你，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免。这是咱来供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申命记第3章21节到29节。申命记第3章21节到29节。迄时我吩咐约书亚讲：你有亲目看到上主，你的上帝对这两个王所做的一切事，上主嘛会亲像安尼对待过户了后拄着的国家。你毋通惊伊，因为恁相交战的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迄时我恳求上主讲：至高的上主，你已经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伟大，你的权能，伫天顶，伫地上，无任何生命会当做亲像你所做的大权能的作为。求你互我过约旦河，看到迄边水的地、水的山甲黎巴嫩。毋过上主因为恁的缘故，对我生气，毋听我的恳求。上主对我讲：好啊啦，你毋通讲对我提起这个事，你就必须家的山顶，
额头东西南北详细看，因为你袂当过约旦河，毋过你着吩咐约书亚，互伊鼓励，互伊坚强，因为伊要带遮个人民过去，互因信者你要看见的地。对安尼，咱着留伫北比尼对面的山谷中。第21节甲22节，阮看见摩西互约书亚鼓励伊要有信心，因为为着因交战的是上主，是全能的上帝，所以伊毋免惊，伊爱勇敢去过约旦河。第23节，阮看到摩西讲到一件足伤心的代志，因为上主无爱互伊过约旦河去进入迄迦南地。这件代志有记载伫民数记第20章的所在。迄当阵就是伫米利巴的所在，以色列人伫迄个所在无水，所以伊就埋怨摩西，跟他抱怨说遮无水，所以摩西就生气的，就是用他的杖去拍迄石盘，互水流出来。但是因为耶稣讲，你只要对石盘讲话，水就会流出来。但是因为摩西可能带遮个以色列人，这个毋听话以色列人陪伴伊40冬啊，所以个内心拢无啊，所以足生气的。我已经陪你40冬啊，伊个安尼遮尔固执，遮尔无听话，所以伊足生气的，所以才会摕起迄伊的杖去拍石盘。但是上帝就因为这件代志，无好要互摩西去建立伫迦南地。但是上主嘛是就怜悯摩西，因为伊嘛是足辛苦的带以色列人度过40冬的日子，所以呢，伊互伊去比斯加的山顶，会使看见迄个迦南地。伫27节所在，阮会使看到。然后28节，上帝嘛吩咐摩西爱鼓励约书亚，鼓励伊爱坚强，爱勇敢，因为未来约书亚要带这些人度过接下来的日子，所以叫摩西爱甲伊鼓励。这嘛看到一个阮讲传承的榜样。我相信摩西一定是嘛会足烦恼以色列人的未来，所以伊嘛想要是嘛足看见以色列人度过约旦河的状况，嘛想要看见以色列人的未来，嘛想要看见约书亚伊的领导是安怎会使伫旁边协助。但是这嘛是一个领导者的一个我们说他的盲目的地方，也就是这些带头的那是无瓦人，就是领导者如果不换一个人，那个下面人不会成长上来，所以会使看见那是摩西无要退下去，约书亚就会一直会依赖摩西，约书亚就可能就不会成长成我们之后看到的样子。最近青年魔窟吧有同款的思考这个代志，因为伫个足侪青年已经伫个工作，伫个出社会，拢可能都做技术，但是无看到下骹的弟弟妹妹还有起来，所以伫个思考讲，阮要安怎去交接，去有传承。互迦南教会青年牧区的学生会使更较强壮，更较厉害，所以这是可能这个现在就是咱会使参考，咱会使学习的智慧。好，这是我今仔日的分享，互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感谢你，互我选拿了今仔日的圣经共读，虽然无算台语无啥认真，但是感谢你，互我有这个勇气，互我有会使完成这个挑战。
嘛求你透过生命记第3章的记载，互咱嘛会使对遮得到智慧，得到你的引带，会使伫不管是伫你的工作、你的服侍顶头，都会使用你的眼光去看遮个代志。感谢你，安尼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我呼求你。